He
查理金这这个这个讲，东什么就去这个这边，我这几分担了吧？咱先等边都就叫潘那面线囊吧，去那边个坑上，这之后呢吧，那江西大铺才这些位，去头面头接那些工作个人员呐，俺那工作的东怎么办？我写了让熊人。俺能东子吧，往前他们也。那把做第一打的，俺那工作个人员说，什么了？配不是用的话呢，搞死小人。嘎嘎刚日嘎比我这里，年年那个中米八点些，啥啥杂菜眼米这位了不？红红那位见的那些。国里前头啥，把这个嘛那边当成个一直穷些个，哈中当那种个那很挺些，冷成穷些个。这阵子看这个连接比，多米他们就了解，咱不出他红个接比，咱们生活比逻辑些个。那个龙当整个说的中国人认为，看我讲起逻辑些啊，多么些个。这主播能吧？年轻的呢，刚这边比爬山，刚进托工人。您的呢，俺这宋朝个吃几件啥了？俺这那个这用当过啥？俺这点的这下中茶茶，俺这龙这用大介啥的。您的了，俺们家那个位就是有了。您的了，你要用不就是位，你这个东登记样大有了。您的了。但那个什么也干做扎行，您的了啊，扎那个这些也周个人做没有？您的呢，他们明星个给正月了，您的呢，三个送家就得啥东，日主年米，这心月。对呀，刚进都因拖更个，干得了就能生节盼着忙上哪把呢？您的呢，浪出得这个铺相。您的呢，刚就接李松们的查东兄弟，咱们是那东门路把卡得的。之后呢吧，得让俺做里当干巴任务，成都风个单位中间的，俺不是吃这个年子兄弟有了。但那江西大部分才这些位，其他面那些工作的人员，但是俺做那些工作啊，我是我当这人。这主播能吧，同嘛俺这当初大概就站西边两千里，第二个老公姐姐能把这干死个喽。
chờ